你们在教咩个课章？恁课章什么话？是讲咩要读英语里面，或者A这你哪种？是讲，是讲咩读也语也语里面。你熬煮 A 这你哪种熬煮 A 这你哪种？谁讲？咩熬煮？熬煮一女你面熬煮 A 这你哪种？是讲要熬煮一女的面，熬煮 A 这你哪种？你哪就是法律，你哪种？是讲要熬煮一女的面，熬煮 A 这你哪种？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。时不待我，祝愿有面学业有成恩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娘娘保海，海来保面平安。